你知唔知道咧？好多人擔心咧，唔係股市嘅暴跌或者咧市場嘅低微，而係咧退休咗之後咧儲蓄咧可能唔夠用，或者咧患咗慢性疾病嘅時候咧一下子使晒啲積蓄。而呢個時候咧，年金咧又稱為 annuities 啦，係可以幫到你。佢哋咧係可以幫你建立一個穩定嘅收入來源，喺你最需要保障嘅時候咧可以出手相助。你知唔知道咧？平均退休開支咧大約咧係315000左右，而年金咧提供可預測嘅終身收入，對於應付長期護理嘅費用咧非常重要。加上咧，如果有呢個認知能力嘅退化，要自己管理投資咧，真係好困難。年金咧可以咧減低你呢啲負擔，確保咧你唔使擔心市場嘅波動啦，同埋都有一個穩定嘅收入。講起稅收咧，收入高嘅人士，譬如醫生、律師都可能面對緊37% 嘅稅率。年金咧係有策略性嘅好處，就係咧你可以將咧增值嘅稅率咧係延遲，等到咧提款嘅時候咧先交稅。你係可以咧避免咧每年資本增值帶嚟嘅稅嘅影響。你係可以咧安排咧退休後可能個稅率咧為比較低啲嘅時候咧，你先可以提取。重點咧就係你唔係想贏過市場，而係咧建立一個咧可靠穩定嘅稅務計劃，保障未來。如果你擔心咧退休時嘅錢唔夠用，或者有慢性疾病拖垮咗呢個退休計劃咧，可以諗下分一部分嘅錢咧放喺年金，係可以幫你咧安穩呢個退休生活。呢個係比較值得考慮。如果你對呢啲年金嘅策略咧係有興趣，不妨同我聯絡。